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咱新闻定来讲到这句话，讲阿婆吹过倒塌。其实这句话有两款解释，一款是因为讲中午落落去的粿较好食，另外一款的讲法就是倒塌的粿代表做失败，卖无钱就会了钱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同齐来看到这读做塌，倒塌的塌，塌塌塌第四条，塌倒了钱的意思，咱讲塌本塌钱，啊若是倒了钱。咱讲倒塌，甲无够的补起来，掠长补底，咱讲烧塌。另外，找人来拍牌来补人，咱讲是塌卡。抑个甲空补起来，咱讲是塌空塌胖。这个塌嘛有含落的意思，也就是纳落奈落，像讲目睭凹塌落。另外，甲弯挑同款的物件贴做伙，咱讲塌做伙。咱新闻嘛，常常讲到这个张灰拍甲灰，塌塌做一堆。另外，还有一个音塌做落，就是讲物件放落来，或者是奈落，咱讲是落落，卖当讲是塌落。若是形容物件真熟真骨，咱讲是伤落落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落蚵，卖当讲是涂骹含落，会当讲是纳蚵或者是奈蚵落落。另外，这个纳蚵嘛有烂地意思。第二个词读做落底，也就是破底，卖当讲是落蚵坐底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这条路年久月深，拢无顾开始纳蚵要来修补，结果阿明着急要过，灌一地水果沙落底，规个落甲规车路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落，另外一个音读做塌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